祝愿大家平安。很高兴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仍然可以一起在上帝的殿中，在富阳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一起在上帝的面前向神再一次的回应，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知道在今年2023年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一年？对有些人来讲，今年可能是很喜乐的一年，也说是有遇到很多挫折、挑战的一年。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走到了现在，从岁首到年末，都看见上帝仍然不断的带领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同心敬拜他，一起向我们的神来祷告，一起向我们的神来倾心吐意。愿神赐福在每一个今天晚上分别为圣时间来到他面前的每个弟兄姐妹，透过今天晚上我们所唱，我们所祷告，我们所思想，我们所回应，以及我们等一下所听到的每一个见证，再次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做我们今天祷告会的开始。向神来宣告说：是的，神，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你。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是要来敬拜你。只要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就向神献上我们全新的敬拜。开我的耳朵。
提醒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着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渴慕亲近他的心，让我们在圣殿当中不住的敬拜，不住的祷告，在热切渴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为今天晚上一个热切预备的心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在圣殿里面前，我们同心的开口祷告，同心的敬拜你，让我们为了要敬拜你，把求的灵在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还有的眼，还有的耳朵，还有我的口，让我们前来到你面前，在敬拜你，在你的面中，不断的想在你的面前，主要让我看见到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每个来到今天这个地里面当中，我们感谢让我一个晚上荣耀的拜，让我们今天晚上一个荣耀的祷告，荣耀的祭坛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让我们今天晚上在所有的说的回应荣耀的祷告，我们生命当中随时的渴望活着要来敬拜你，主谢谢你，主感谢你，主感谢你，主我爱你。主我爱你，我渴慕你。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地唱，哈利路亚，我爱你。主，我们活着就是全心全意，不断的思想你的美好，思想你同在。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晚上的敬拜，透过今天的祷告，让我们再一次去回想主你在2023年所做奇妙的美事，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每一个奇妙的见证。主啊，让我们的一生透过这些美事，透过这些见证，不断的来高举你的名，不断来荣耀你的名，不断的来敬拜你的名。主，感谢你。愿今天晚上的敬拜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今天晚上成为一个有你同在的敬拜，今天晚上成为一个你荣耀彰显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记载在诗篇91篇3到4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圣经。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上帝应许我们，当我们专心爱他，专心来到面前，向他敬拜，向他倾心吐意的时候，主再一次的搭救我们。主再一次彰显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可以更加与他的跟他更加的紧密，更加的靠近，
让主再次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近你，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主，愿你来拥有我的心。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像你满足我们的心，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再次对主说，没有人能够像你满足我们的心，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
力量，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我们。我们一起开口，一起开口，为过去的这一年向神献上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们献上感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再一次来思想，在过去这一年，我们是否有得罪神的地方？如同这首诗歌所唱的，有时候我们都不断的在依靠自己，不断的在利用自己的能力，以至于有时候没有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有时候可能做了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向他一起献上一个认罪、一个悔改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一次来对准他，再一次对紧对他，不再是用力的坚持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才能，而是愿意将我们的心再一次的交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他所掌管的。我们一起开口，为了你自己，过去在这一年当中，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再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倾心，主，向神来祷告，求神来赦免，求神来带领，也再次将我们的心交给神，说神，求你再次拥有我的心，神，求你带领我前面的脚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神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主啊，在过去的这年当中，有很多不可以信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主啊，我们很时常的依靠我们自己的实力才能。时常的依靠我们的自己，主，我们忘记将我们的心再次交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忘记要来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力量。主啊，求你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生命是与你更靠近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再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让我们的心是属于你的。
啊，让我们可以更靠近你。主啊，让我们可以更靠近你。哦，主啊，我们真的是离弃你太久了。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再次的靠近你。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台湾这块土地的献上祷告。台湾这块土地要更多的靠近你，让台湾这块土地的百姓更多的靠近你。哦，主啊，我们离弃你太久了。主啊，我们愿意再次到你的面前来悔改认罪。我们特别为这块土地来呼求，愿这块土地的所有的百姓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明白你的心意，翻转这个世代，翻转这个土地。哦，是的，主，你是我们全地的主，你是我们台湾的主宰。哦，主，我们愿意再单单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土地，将我们的台湾，将我们这个世界仰望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的掌管这个世界，掌管台湾，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心。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是咱全地的主。咱的必上，耶稣已拢知，咱的心声，耶稣已办在。国家，耶稣已掌管，咱叫出的手已来牵。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必上你爱交托伊，伊为受死咱平安。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着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爱会陪伴到永远。咱宣告讲，耶稣是咱全地的主。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让咱必上你会交托伊，伊会受死咱平安。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着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爱会陪伴到永远。这时阵，咱为着咱搁要来选举来祈祷，咱为着咱2024年的总统大选，甲立委选举来祷告。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咱搁2礼拜外，咱就要选举啊。咱恳求上帝掌权，特别掌权伫遮的候选人，互因知影要怎听这个台湾这个岛事，也互咱的百姓透过这个选举，会当选出一个互上帝能够非常的平安能够顺利的选出合神心意的一个领导人。我们开口来祷告。还有是的，主，我们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为我们的立委选举来献上祷告。神啊，求你掌管，真是掌权，你是我们台湾的主宰，你也是我们这个所有百姓的主宰。主啊，愿你在这个地方掌权作王。主啊，让我们所选出来的这个总统能够带领我们的台湾迈向前面。还有是的，主，求你是的，主，我们是的，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些对立、一些撕裂的伤痕求神能够感谢赞美神。主耶稣求你赐福所有的候选人所有的幕僚的团队，让他们都可以用诚实、用正直的心在他们的中间。主啊，不至于他们落入彼此的攻击，
哦主啊，让一切的抹黑，让一切的恶势力都离开在这个地方。哦，求神保守每个候选人在竞选的时候出入都能够平安。哦主啊，保守他们能够更多怜悯这块土地的心。哦，还有对啊，我们将我们的台湾接下来这个大选恭敬摆在神的手里面，求神掌权作王在这个当中。还有对啊，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第二个，我们为台湾百姓能够有知足感恩的心来祷告。我们常常都为我们的经济祷告，但是我觉得经济越复苏，带来的是更多的一些伤害。我们要更多的是求一个知足感恩的心。当我们有知足感恩的心，我们就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神的赏赐丰盛就会临到。当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再多的财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是更多的破坏。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特别为台湾的百姓有知足感恩的心来献上祷告，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丰盛富足的一个生命。我们开口为台湾的百姓有一个知足感恩的心，我们献上祷告。哦，还有6小时的主，我们为台湾的百姓献上祷告。哦，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并不是缺乏，我们不至于缺乏，因为你是供应我们的。哦，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不求多，但是我们求神赏赐足够的丰盛在我们生命当中。哦，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时时的来回应神。还有是主，还有感谢你。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颗知足常乐的心，因为你创造万有，你也赏赐万有，万有都属于你的。我们深知这一切都是属于你所赏赐的。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丰盛的时候能够感恩，在我们在匮乏的时候能够知足，并且时常存感恩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台湾的这些百姓，每个人都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知足感恩。当我们愿意有知足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爱这块土地，我们就会爱我们的邻舍，影响力来翻转这个土地，翻转这个百姓。特别为教会祷告，让这个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知道如何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在这个世代当中如何做光做盐，而不沦为这个金钱，沦为这个世俗的一个缠绕，让每个教会都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成为一个敬拜的殿，让每个教会都愿意来接纳更多的受伤的灵魂，在这个教会里面得到翻转，生命得到改变。所以我们开口为台湾众教会各肢体，为台湾的基督徒来献上祷告，让保守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来荣耀神的名，所有基督徒都能够来发光，能够做见证。我们开口来为这样的事情祷告。还有是的主，求你帮助所有的基督徒在各个的领域，不论在政府不论在立法院，不论在司法机关，在各行各业上都能够来荣耀神的名，都知道来侍奉主，都知道来尊主为大。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言行当中能够做光做盐，在言行当中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改变来翻转这个时代。还有主啊，我们特别为众教会来献上祷告。主啊，让台湾的众教会不会因为这个世俗的关系，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关系而堕落，而这个妥协，让所有的台湾的众教会都知道如何来为主来做见证。主啊，帮助台湾的众教会真的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成为一个敬拜的场所，成为一个尊主为大的地方。还有是的主，帮助我们，还有主啊，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还有是的主，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台湾的众教会。用水来施洗，用水来翻转，用神的灵来更新台湾的众教会，让所有的众教会能够兴起祷告的一个事工，让每个教会都知道如何来寻求神的心意。主啊，让所有的教会都知道如何来接纳更多世上的灵魂，来接纳他们，来爱他们，来改变他们。我们深信，当教会被兴起的时候，当基督徒被兴起的时候，神你就要翻转这个世代，翻转这个台湾这个土地。还有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可以在各行各业当中为主发光，各行各业当中为主做见证。主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
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主啊，我们呼求你，你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作权、掌权、作王。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你所有的儿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于你子民，就是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定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这时候为世界的和平来献上祷告。马太福音第24章第6到8节，你们总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想，我们都知道有许多的灾难。我们前几年有疫情，最近有战争、天灾人祸非常多。我想这个都是世界耶稣再来，世界将要翻转改变的一个征兆，这是没办法避免的。当我们求和平的时候，我们都要认清这个战争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圣经记载的非常多。那个时候就要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26章42节，耶稣祷告说，这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说：父啊，若是这苦杯不可离开我，一定要我喝下，愿你的旨意成全吧。我想这个战争一定会一场一场的越来越。若是神的心意，我们就要成全神的旨意。我们愿意喝下这个苦杯，所以我们要特别为和平祷告，特别为受伤的人医治祷告，特别赐下平静安稳的心。我想这个灾难越来越多，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知道这是神的心意，
我们呼求神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去面对这样的灾难的时候不会惊慌，不会害怕，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回应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命定。所以我们开口来为这样的一个和平，为受伤人的百姓来祷告，为了世界各地的居民都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明白如何来从神那边得到平安。我们特别为经济、为各地的贫富不均来献上祷告，求神掌权作王。所以我们开口来为世界的和平，为我们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如何用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它，我们来献上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赐下你的平静在我们当中，赐下你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有平安。虽然世上有许多的苦难，但是我深信你已经胜过这世界了。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赐下那个极大的平安。虽然外在的环境非常的混乱，虽然有许多的战争，虽然有许多的不一样的灾难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知道你是胜过这一切的。求你掌权作王。主啊，求你在这个世界赐下和平，让我们可以活在真正的平安里面。尽管我们看到许多我们没办法改变、没办法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深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在乌克兰、在俄罗斯中间，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中间赐下平安。这些战争造成了许多无辜的百姓被迫失去家园、失去亲人。求你让这两国的领袖，他们有智慧，他们有爱心，让他们回转向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主啊，你也帮助双方受伤的这些百姓们。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在身体、在情感、在精神上得到医治。求你在你的平安当中，在你的爱当中，让他们所有的这样的百姓，他们有一个坚定的心，有一个安静的心。主啊，我们相信你是胜过一切黑暗权势的君王。主啊，我们深信在你里面可以找到永远的平安。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在你的手里每件事都可以翻转的。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这个战火当中受折磨的人，让他们一样可以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看见耶稣基督的光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赐下平安给我们，让我们活在平安跟爱里面。虽然我们的环境当中许多的灾难，环境当中许多的我们没办法掌控的事情，但是我们深信你是掌控这一切的主。求你赐下你的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特别赐下你的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看清你的计划，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世界当中，能够常常的与主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深信，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一切环境的改变都没办法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没办法隔绝你的爱。神啊，与我们同在。这个世界求你掌管，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面对许多不一样的挑战。让我们虚心的寻求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呼求你，愿你赐下你的平安给我们，赐下你的平安在这个世界当中。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要呼求你。哈利路亚，我们呼求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寻求你，哈利路亚，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
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啊，欢迎你降临在这个地方，欢迎你掌权作王在这个世界，掌权作王在台湾，掌权作王在我们的教会，掌权作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这首诗歌，咱先唱台语的，我到我的厝。我到我的厝，好彩也好花，追求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当伊的上帝，全家好去敬拜，保罗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管压伫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收拾阮绵牛，无论啥坏结果。侍奉耶和华，寻求主的旨，完全依靠他。他是我的主，独一的战胜，全家向他敬拜，赞美耶和华。他从坚强干预，浇灌这大地。他是地保无辜，赏识人良心。无论何种情况，单单寻靠他。我和我的家侍奉耶和华。我和我的家侍奉耶和华。咱请坐。这段是要为家庭来祈祷，这一段是要为着家庭来祷告。在为家庭祷告之前，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明瑞弟兄，他是因产小组的组员。明瑞弟兄他居住在台北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大概在3年前来到富强教会，他在网络找到富强教会是一间非常棒的教会，所以他从那个时候从阿联，对不对？开车每个礼拜来我们教会。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真的是要来见证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从无到有的这样的恩典？没有哦。哦，有，好，感谢主，好，对，从没有到有的恩典，然后现在他的家是一面可以看海，一面可以看落日，对不对？好，所以远在新达港，所以他每个礼拜还是要来富强参加礼拜，但是他这个见证的恩典诉说不完。我们去他们家，那个家庭礼拜本来是1个小时，结果3个小时才结束，因为他在讲见证，讲到3个小时，家人一直 call 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因为我们在听3个小时的见证，但是我今天不会让他讲3个小时，只给他20分钟，他的见证非常的棒。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那个明瑞兄，我们用掌声来鼓励他。
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思宝姐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年的一些奇妙的见证。那我不晓得在场有没有人听过我这个见证讲3遍了。在小组就是第一次是到家里那个家庭礼拜，第2次在小组，第3次在幸福小组。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心想事成并不是这样子。因为耶稣说他来的世上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我想大家知道，不是物质上的丰盛，是耶稣将他的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且赐给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苦难的平安。这才是耶稣来的真正的目的。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后面是什么？我必不致缺乏。那可是有没有人过得很缺乏的生活？还是有的。但是你要相信上帝你也真的要相信上帝，他是你的大牧者。那诗篇这个121篇也写，像我家门口就是挂着一个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所以我们出入都是平安的。还有刚刚我们祷告会开头有念了91篇，那一整篇这一类上帝要赐福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的这些金句，在圣经里面是不计其数的。虽然我们不寻求、不特别，像我比较少去祈求一些有形的东西，或者是我想要的，我去跟上帝要，比较没有。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见证的是，当我们没有祈求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供应我们？这10几年来，其实从表面上来看，很多人看到，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信主12年，其实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被翻转。我遇见主是在很困难的时候，但是信主之后呢，还有更困难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信上帝，我就把柄后透懂什么都改变了，没有。有时候还有更多的打击，更多的困难。但是真的，我们家从来没有缺乏过，因为上帝爱我们，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这12年里面，我跟太太我们一起信主的12年里面，这一类的神迹奇事，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真你不要讲3个小时，你给我24小时，我都讲不完的。在信主之前，我事业失败，前妻带着孩子离开我，我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然就行李带着我离开了家，我都不晓得要去哪里。但是这个时候，上帝找到我，耶稣找到我，有朋友跟我传福音，那当然心就打开了，就信主了。这就印证了一句话，叫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不但这样，上帝在我身上做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我的家庭破碎了，但是他为我重新预备了一个既美丽又觉得这是神迹，对我来说是神迹。本来以为自己这一生大概就这样子，就是那样子过了没想到遇见上帝之后，他第一个就为我预备了一个天使。那接下去，上帝在我们身上显得，在我跟我太太身上做的最大的一个神迹是，在我们2个自己都快养不活的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种状况。我举个例子，就今天开车出去没有钱加油回来的，没有了，就完全都没有了，这种状况都发生过，非常辛苦，自己都快养不活了。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儿子，当然跟上帝求小孩有小孩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我想大家都有听过了想要有孩子的一些新婚夫妻或结婚很久还没有孩子，都会向神祷告。但这个不是我们祷告的，是上帝给的意向，先给了我太太。然后我就跟上帝说：真的吗？你要给我们一个孩子吗？如果是的话，
我讲好啊，阮是饲袂起的哦。你要给阮囡仔，你就家己饲啊。上帝，你要给的你自己养。然后那时候真的祷告完之后，不到1个月，不到2个月吧，没有任何的理会。但是等到孩子一出生啊，准备要出生的时候，这些姑姑啊，成了全天下最疼爱这个孩子的姑姑。每一个姑姑都把他当心肝宝贝，这是我们整个家族里面最小的一个小孩。我每50岁个不接得出来啊呢，哦，每一个人都当他是都有了。我相信这个神迹比较大了，这个神迹比较大，比较大了，这个神迹比较大。而且这个丰盛的供应，一直到我儿子现在5年级了，这个供应还没有结束，一直源源不断的，甚至到他的将来都为他安排了。当然，连我们的家庭需要都没有漏掉。我都不知道我姐姐这么有钱。真的在这12年里面，我们都不会去开口。我很少求人家，但是真的很想求人家。可是当我要求人家帮忙的时候，这个帮助就主动来了，就会主动来的哈。好，那重点是今年。其实这中间很多，我补充，我就多加了前面这2段哈。那今年是我们全家人来说是12年来最神奇的一年。从我4月中加入中保代祷团队之后，我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上帝加倍的祝福了我们啊，一连串的神迹奇事。那我今天只讲一件事情。5年半前，108年，我在北部，那时候我第3次创业开公司，准备要结束了。那但是当然没有马上结束了，我们在北部就勉强撑了2年，撑到最后，连房租都快付不出来了，连饭都快没得吃了。那没办法，只好举家搬到南部来，投靠我岳父岳母。因为没办法再找我姐姐了，没办法去了。那尽管岳父岳母其实也是百般的不是那么的愿意，但是知道我们真的没地方去了，所以就接纳了我们。回来的前半年，找不到工作，只好就跟娘家太太娘家岳母和他弟弟就一起养泰国虾。还有种小番茄、种干巴饼，因为他们很有经验。我岳母种小番茄种非常好，每年都收成都很好，小番茄非常好吃。那这一次想说跟他们合作，就把饼透懂了呀。然后我姐姐当然我们搬下来，她也有资助一点盘缠的，资助一点生活费。那我们把这些生活费都全部投入在农务在这个养殖上面。没有想到。他们跟我们第一次合作就惨遭滑铁卢，不管是因为天气因素，还是土壤因素，还是怎样，他们几10年的经验，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惨的状况。那个泰国虾一整池5、6万尾，最后只收成不到2成，然后小番茄收成很多的不小的一些争执跟冲突。那比较辛苦的是我太太，她都是站在中间的，她都是。其实是我水土不服啦，是因为我的关系，因为人家讲说在办公室拿笔的，现在要到田里面拿锄头，然后就被嫌弃这样子，然后我太太就会常常替我讲话，然后跟家里有一些冲突。这种冲突很多次，那时候我们就我就常常想要搬出去，但是想归想，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条件连租房子都没办法。没办法，就只好一直这样住下去。那熬了2年呢，很多的争执冲突了。那特别是我太太的弟弟有个女朋友，他从一开始都很反对我们搬回来，好像我们要回来争家产一样的，不断的在中间，就是找麻烦。那最后一次争吵就是今年的3月初，我记得就是3月3号那一天，
又是因为弟弟喝了酒啦或什么，反正就是又一些争吵，脑海里完全没有想到说要搬去哪里啊，因为刚刚讲了，我连租都没有办法了，你要搬去哪里？在这之前呢，我们很多次刚刚讲很多次想搬出去，那也常常上网在找房子，但是找啊，甚至去看房子啊，约业务看房子，可是看一看都是一句话啊，没钱啊，你看啥？没有钱看什么房子呢？那这一次也是一样，我一样没钱啊。3个月后我要去哪里呢？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隔天，我还记得3月3号的隔天，我脑海里出现的模糊的一句经文。后来我有查清楚，哦，原来那句经文是什么？是在启示录3章第8节。耶稣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句话从脑海里冒出来，我想说，这是上帝在跟我说话吗？这是主在对我说话吗？我不知道，但这句话让我信心大增。我就跟太太讲说，这10几年我们经历的神迹还不够多吗？我们还对神没有信心吗？其实要搬家，并不是上帝给我意向叫我搬的，是真的，真的过不下去了啊！真的是一个争吵，一个有一点像在赌气一样的说要搬走的。然后我们就再次的去找房子。那以前找房子都找台南、高雄那个市区的房子哈，但是怎么找都一样啊，对不对？到最后都是没有办法买。那这一次我们要找哪里？那就突然有人说：“哎，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茄萣啊？”各位知道茄萣在哪里吗？啊，知道。我那时候还真的不太清楚哈，在北高雄那个海边啊，兴达港那边，过一条溪就到台南了，所以我们比较常往台南跑。哦，要到高雄反而比较远。然后我们就上网591就去看，哎，结果整个茄萣只有4间房子在卖，好，然后刚好有第1间，他有放了一个影片，啊，那个业务拍了影片，我一看，哎呦，很喜欢呐，全新装潢、全新家具、全新家电，什么都有，很符合我们需要，然后就约了房仲去看，但是心里又讲，看什么看？又没有钱啊，怎么看？再喜欢都没有用，除非上帝这一次真的，上帝要展现超自然的神迹，哦，真的不是无中生有，是没钱也可以买房子的这种神迹，否则是不可能的。那看了房子之后呢，我只有4个字，叫做无可挑剔，太喜欢了。我从来看了很多更贵的房子，都没有这么喜欢过，哦，叫无可挑剔。但是我跟太太说，这一次买不到，这辈子就别想买房子了。那就厚着脸皮约房仲再看第2次。然后第2次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经济状况啊、家庭状况就跟房仲讲，打一些悲情牌，你知道吗？然后就真的勇敢的把户头里仅剩的一点钱拿来当斡旋金付了，就只有几万块，然后请房仲去跟屋主杀100万，买个房子跟人家杀价100万，啊，那个房仲当下很傻眼了，他就笑一笑，摇摇头说：“哎，100万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啦，啊，但是我帮你讲讲看啊。”其实我们不是故意要砍那么多。不要讲降100万，其实你降200万，我们也买不起啦，啊！但是没办法，就是谈不拢没有关系，我至少我斡旋金可以拿回来。但是其实更麻烦的是，我心里有一个矛盾：如果房东点头，如果屋主点头了怎么办？点头下去，我哪来的钱呐？这个心里是很纠结的。希望他不要点头，我至少几万块我还有。但是他一点头下去，这逃税的都要逃到千起，你知道那个就真的很麻烦的事情了。哎，突然间想到，刚好我太太今年满50岁，她9月份可以领到一笔劳保年金，可以领劳保年金出来，然后算一算，评估一下，哎，那笔劳保年金刚好是大约房价的30%，大家可以买这个3成的自备款。可是那个时候才3月。我才拿得到钱，怎么办？7天之后，那个房仲回复我们说，100万不行，
但是加个10万吧，加10万要不要？一个房子房价让你杀了90万，你要不要？而且屋主他同意到9月，等我们领到年金的时候再来签买卖合约。你要不要买？要买吧。你遇过这种卖房子了吗？人家大部分屋主都会说：“哎，你赶快决定哦，后面还有人要哈。”对，不能等太久哦。但是这个屋主居然他说：“我等你半年，等你半年，只要先付个小定，一个定金，哈，20万，付个定金，我们等到9月，20万好处理呀，就赶快找了他的姐夫帮忙。他姐夫看我们要买房子，很高兴的就借了20万。那当然就领到年金也可以还他了，定金有了着落，可以下定了。但是上帝的作为不是这样，因为我们那时候说几个月要搬走，3个月，那个是跟上帝借胆啦，跟上帝就大，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为什么敢这样子一直这样做下去？因为我那时候心里，我最常记的一句话，圣经里一句话是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的。我的手机的桌布都还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一段经文支撑我10几年用信心过日子，一直相信的上帝。那虽然屋主要等我们半年，那我还是希望能够3个月吧，哈，能够早一点搬。真的也不想再住。因为住下去真的很改忧了，你知道吗？已经弄到说我要搬了，结果搬不走，被看笑话。那我们就想办法，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去准备到那个3成的自备款，因为我们预计房仲也是预计说3成了哈，可以借到钱，但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办法，没有办法，因为那时候我刚离职，我4月离职哈。那我的工作到现在，我到现在还是没有上班，啊，我的工作也是一个大神机、大恩典，啊，以后有机会再分享。那我太太也是刚换新工作，薪水也不高，好，我们银行也没有存款，是我们财力条件最差的时候，这个时候能不能跟银行借钱，基本上想都不用想。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他接到信用卡银行业打来的电话，问他要不要办贷款。我想说，哎呦，自己咋打来的？试试看吧。啊，一试，居然以他的那种不可能的条件，银行居然同意了，同意贷给我们一笔钱。这一笔钱就是签约1成的那笔金额，可以签约的。那本来是要等到9月签约，现在就可以提早来签约了。但是自备款还是要3成啊，啊，只有这个1成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我那几个贵人，上帝从小安排在我身边的天使又出现了。我姐姐这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签了约了，提早签了买卖契约，付了1成的钱，因为有银行的那个贷款。听到我们要买房子，很高兴。那以前其实我也不想再请他们帮忙啊，因为请他们帮忙都是不用还的，你知道吗？那种感觉不好。然后搬下来南部之前，我姐姐也跟我说，哎，我无啊哈，无啊就存家呀，然后你拢提起啊，我后摆卖催我哈呢。那我就不好意思的跟他讲，但是这一次跟他们讲，为什么？因为9月可以拿到钱还他了，好，可以拿到钱，甚至我姐姐都想说，好，那我去跟朋友借你啊，但是领到钱的时候要赶快还哦，哈，类似这样的情形，就跟他们讲，所以真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为了我们这个促成我们买房子的这个美事啊，我们有3个姐，我上面有4个姐姐，我是老五，我4个姐，那加上一些税金啊，还有其他费用啊，甚至连这个家里的修缮预备的钱都有了，全部都准备好了。那我们
有这笔因为刚好是3成，我们就把跟银行借的那个信贷就先还掉了，好，就不会背比较高的利息。好，但是签完合约了，接下去要做什么？跟银行还啊。但是刚刚我有讲过啊，因为我年纪大了，我明年60岁，我太太50岁，然后她的这个财力条件我刚刚讲过的，代书看一看说，这个要贷70%哈，可能有点困难。如果贷不够的话，你自备款就要再多一些，或者是放弃。那时候我们没有多想什么，没有多想什么。我跟太太自己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如果这是上帝要给的，他自己会成就。上帝做事不会做一半的，好，不会说你前面让你这样子一步这样下来之后，做个家，结果你房贷没过，好，结果要你放弃。我说上帝不会这样做的。等待3个礼拜，在这3个礼拜，我没有更多的祷告，我没有迫切的祈求，我只有在代祷卡上面写这件事情，好，请代祷团来帮我祷告。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担忧，我跟我太太没有任何的担心，没有任何的不平安，都很平安，因为我们顺服一切，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其实抱定的就是后面如果贷不到那个70%，我们可能会放弃。好，可能就放弃，连那几万块就算了。最后传来的消息，那个代书找了好多家金融机构，有农会、有合作社、有银行，好多家，然后用 LINE 传回来各家给的结果。有的不是金额太低，有的就利息太高，但是却有一家银行，他给的刚好是70%，而且利率是最低的。利率是最低的，那时候我们真的是眼睛都不敢相信我们自己看到的。以他的条件，怎么可能核贷这么高的成数？而且更神奇的是，他50岁了，依照惯例，他能够贷款的年限最多是25年，就加起来75岁，但是这个银行还贷给他30年。那个代书跟房仲业务说，他们做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现象，从来没有遇过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感谢主，哈利路亚。那这个事情是我4月16号加入中保代祷团之后1个礼拜，我们接到整个银行贷款都过了。那时候我很纳闷。为什么以他的条件，银行可以核贷？因为送上去的资料并不理想。最后是银行的人跟我们说，其实他们没有看那些资料，他没有看资料，他们是发现我太太那时候还挂名那个害我在北部混不下去的那个公司啊，我自己那家生技公司的负责人，他还挂名是公司负责人，然后他的劳健保还在付。那投保金额也高，那银行说他们一查就查到他是公司负责人，就过了，就同意他过了。所以我说那间公司到底，我本来因为那间公司差点得忧郁症，因为那间公司，所以我才搬到南部来的，结果居然因为那间公司我可以买房子，上帝有没有很奇妙？上帝的作为真的是啊，我说上帝真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意念，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的下一步要做什么，要怎么做。5月26号交屋，然后又花了一个礼拜，慢慢把娘家那边的东西，一些需要的东西搬过来。6月3号正式搬完，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如果用交屋的日期算，还提早了1个礼拜。感谢主。这个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常常说，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很渺小，无德无能，根本连服侍啦，什么为上帝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很少。10几年来，我们都是租房子，在北部就搬了很多次的家，最后是回到南部寄人篱下，经济上面更是没有条件。
那现在我们有了第一栋我们自己的房子，有点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那这个房子呢，走路5分钟就到了海边。从阳台，刚刚从阳台，我前后阳台一个可以看大海，可以看兴达港，可以看东边的日出，可以看西边的夕阳。因为我家在10楼，因为那个地方，我们那个社区是最高的，整个茄定这样子，周边都没有任何大楼，所以我们的 view 是非常非常好的。哦，这个是在都市里面住几千万房子都没有的这些无敌海景哈，真的。所以我跟我太太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大概不会搬了，大概不会搬了。我再有钱，我都不会到都市去买房子了，啊，因为这个地方太适合我这种退休的人的生活了哈。好，跟大家分享，奇妙的今年的一个经验。其实包括我的工作，还有，很是奇妙。但是能够一个很大的经历，就是今天唱的几首敬拜诗歌。以前我们都是抓住自己要做的事情，要上帝配合我们，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今年连房子、连工作，我都是放手的，完全放手，不再真的有讲负面一点、白一点，就是我根本就是放弃了，我根本就是随便他了。这个样子的状况之下，上帝从天降下来，让我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不可思议的这些神迹跟恩典。连我的工作，我不用上班，我每天可以待在家里面，我可以比过去上班多好几倍的我们的所求所想。这个大能不是上帝的大能，就白白的会到你的身上来。这个大能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而来的。你信心越大，对上帝说过的话，你信心越大，你所能经历的应许就越多。这是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常常其实有很多很多上帝的话从我脑海里浮现出来，在支撑着我们经历这一切。然后，买房子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努力，就看着它一步一步的完成，哦。所以，因为我们上帝是信实的、通的，阿们吗？愿荣耀归给他，谢谢。我们接下来要为着家庭来祷告。刚才明瑞兄在说的这些事情，其实不是说他完全就放手给神，其实他很爱神，他也很爱传福音。他在台北的时候带幸福小组，也为教会做很多的事工，他很谦卑。好，所以我相信，真的，我们上次听3个小时今天真的有点超时，但是我想他的见证也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个对神的信心。那他也有提到他家庭重组的问题，所以我在祷告当中，我们也来为家庭来祷告。不管你的家庭状况如何，我们要先为着我们有家庭、有家人献上感谢。我们为着我们家庭的各种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要为着家庭能够恢复美好的关系祷告。如果你跟你的家人不能够互相的接纳，我们要学习赦免，我们要一起来求主来修复我们家人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求主将那个爱重新连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因为我要请大家一起开口，大声的开口祷告。如果过去你曾经经历过家庭种种的，主啊，我们的家人是家庭是为我们设立的，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为我们的家庭当中各样的需要，我们献上祷告。求你赐福我们的家庭，赐我们的家庭一个蒙福的家庭，在神你的爱当中来成长。主特别就让恢复关系的这样的连结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主啊，在我们这些家庭是你的，求你将重新恢复关系的恩典赏赐在每一个家庭当中。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主，祝我们的家庭，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的家庭，主啊，求你赐福我们一个家庭，让
我们的关系都重新修复，让我们的家庭因着神爱的连结，我们重新修复，让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在当中，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永的关系，在神的爱当中，我们要重新得力，我们的家庭要重新在主的爱中被神保守。谢谢主，阿们。主，我们呢为着我们的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家庭五重祝福。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因而这五重祝福，我们要来开口，为我们家人的身体的健康，为我们家人的工作经济。第三，为家人的情绪心灵，这非常的重要。我们为着家人的人际关系和谐祷告，我们为着全家人更深认识主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的家人。是的，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家人有健康的身体。主啊，健康的身体来服侍你，健康的身体来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的工作、情绪、经济，我们这样的需要献上祷告，求主来赐福我们的家庭。主有求你来赐福我们的家人，让他们情绪稳定的情绪，我们的心灵都健康、都健壮起来。主啊，让我们的家人人际关系、情绪各样都是在神的保守当中。主啊，你是爱的源头，求你在我们当中一直的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为着全家人认识你来线上祷告，求主打开那认识你的眼睛跟心眼，让我们能够全家都来归向你，归向你，全家都要来归向你。谢谢主，谢谢主，阿们。接下来我们下面我们有一个全心为自己写。在我们去年我们宝龙牧区有做了一个回来回应。我们看似一个小小的书写，一个小小的祷告，神却是在当中做奇妙的工。有姐妹说，她希望她有稳定的收入，能够，但是她有稳定的收入要做什么？传福音。她不是只有稳定的收入而已，她稳定的收入来传福音，而且要带12个人信主。然后她现在的工作收入非常多。所以他常常线上感谢，有的人为了妈妈的癌症来线上祷告，在这个当中，神也在医治；为着儿子考试，神也为他预备一个好的学校。所以我自己也为了我的退休生活来祷告，神也赐福我，我在幼教38年就可以退休了，就要退休了。谢谢主，我感谢主，我所写的神都一一在成就。所以邀请你，如果你现在来不及写没关系，你可以带回家写。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自己拿一张小卡，写上你今年的一些祷告，小小的祷告，特别要放在哪里？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皮夹里面，或是梳妆台上、电脑上。像我是放在电脑上，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就祷告，看到这张就祷告。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会软弱，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忘记了。可是这几个祷告真的就是这样子，一直成就，一直成就。因为一直祷告，不停的祷告，神喜悦我们不停的祷告。因为弟兄姊妹，你可以，如果现在来不及写，你就回去写这个卡片，让透过祷告，神来成就你心里所想的、所愿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最后再来唱这首诗歌《我和我的家》。在唱完这首诗歌以后，我们会请子兰执事要来见证。那三营执事会做引言人。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就来预备听子兰执事很棒的见证。这个见证可能会有一点长，但是实在是太棒了，所以我们大家就耐着性子要听今天美好的见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唱一段台语就好，唱台语的。我告我的主，这是一个宣告，一个宣告，我的全家要服侍耶和华，寻求神的旨意，让他来引导你。伊是我的主。
接下来见证分享的是一位令我非常非常敬佩的姐妹。我们因为一起上储备组长的课程而认识，后来她担任小组长，然后从第一届的幸福小组一直到现在，每一届她都有举办哈，然后也担任执事，是非常非常认真负责、用尽心力啊，在服侍的一个好的姐妹。然后在去年年底呢，因为有一次她去探访，然后这个探访的她的好朋友呢，因为经营一个咖啡厅，然后不是很顺利，所以心情很低落。然后她就安慰她说：“哎呀，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上帝一定有办法的。”结果她回去祷告，结果这个办法呢，就是由她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上帝就使用她了，她顶下了这个咖啡厅，成为福音基地。晚上呢，她做中学生的这个工作，福音工作；白天呢，则是那个全职妈妈的幸福家庭充电站。别人的退休生活很可能是芷然姐，她却是全心全力成为福音战士。我们一起来听芷然姐的48见证分享。真是不敢当，对，三英把我讲得太好了。好谢谢大家，牧师以及各位敬爱的兄姐们。我现在要来为418福音咖啡厅来做事工的见证。路加福音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是我领受的是路加福音4章18节的一个启示。在2021年的6、7月间，我在读2度，神很清楚明显的用路加福音4章18节，让我得到了很大的启示跟亮光。当时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好，分别在2次，我就写下了属灵的日记，把这件事情记下来。在1年半之后，也就是今年的1月6号，我得知属灵的好姐妹梅慧，她一间位于复兴国小斜对面的福音咖啡厅需要顶让。那时候我回家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亮光，何不将这个地点用来做儿童及青少年的福音事工呢？神让我心里有一股很大的热情，这个地点真的很适合来接触儿童及青少年，透过饮食放松的气氛，更容易让我们跟他拉近距离。我就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能够代表教会主动的进入社区来寻找羊群，为主预备复兴的青年基督门徒。我在想，一个孩子若是被主得着，他在班级里会是一个有亮光、发挥影响力的人。一个被主拣选呼召的孩子，他会成为他的家庭以及社会国家的祝福。当我们一个一个去把他们找出来，喂养他们的时候，基督的福音就会这样子被传开了。为了这样的感动，我就祷告求问神。在1月9号，我到中保代祷室为这个感动跪下来祷告。后来当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例行的灵修，我打开圣经，就看到路加福音4章18节，一翻开就看到这个，抓住了我的眼睛。其实我已经忘记了1年半前的这些事情，但是我就是离不开这一节圣经。隔了一会儿，我想起来1年半的事情，我就去打开我的这个属灵日记，发现原来在2021年，神已经2度很清楚的将这一节经文启示给我了。在我得到印证之后，我就决定我要开始做这个事工，并且在这个地点开设福音咖啡厅，更决定用418咖啡来命名。418大家有的人觉得很奇怪，但是它是路加福音4章18节。我这样的行动跟决定，完全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可能没有理性的思考，因为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里面，我就决定照这样做。而且我相信，只要是神呼召的事，神就会在前面预备道路跟一切的资源。我没有想太多。这个地点呢，是一个不容易经营商业的地方，它在学校的斜对面，文教住宅区。
除了学生跟家长的活动之外，大多数的时间没有人流。位于这样一个文教住宅区，经营上面十分的辛苦，十分的困难。其实我早就知道为什么之前经营不下去，经营很困难。好，那对于第一次经营餐饮业我来讲，真的是困难重重。一间餐厅从无到有，从设计菜单到餐点制作、食材器具、各项采购、人员训练、SOP， 每一样都对我都很困难，每一样都是挑战。再加上我还要挂念福音事工的推动，这不是仅仅是一家餐厅，有许多福音事工在我的心里要推动。所以在刚创办的前半年，我常常要工作到深夜，每天大概都只能睡5-6个小时，有一度累到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快要死掉了，真的是这样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呢，在这最艰困最恐惧的这一段日子里，神却在过程中处处彰显他与我同在，我并不是孤单无援的。神在过程当中时不时就会送我许多的惊喜，许多的确据，让我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赞美跟感恩当中继续向前走，重新得力。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困难跟恐惧是很真实，但是神的同在也是很真实。以下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在过程当中神恩惠的作为。第一，在418咖啡是今年的3月14号才开始施工的，神却让我能够赶在4月18号之前完工，因为神让我有一个感动，418一定要在4月18号开幕，真的很不容易，从修改1个月以内我们就完工了，然后就启动了。那所以4月18号也是418的开幕纪念日，我相信是神所赏赐的。第二件要跟车厂要在全联，大概走路要3-4分钟也不是很远，但是神却恩待我，恩宠我，他在这栋大楼帮我预备了停车位，因为有一个大楼的住户从来没有去过玉恩咖啡，就是梅慧姐经营时代的玉恩，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可是，在玉恩咖啡营业的最后一天，已经要结束营业了，那个住户跑去跟他讲说，那个想要喝咖啡，那梅慧姐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车位？”然后他就告诉说：“我有一个车位，我已经放很多年都不想租给人家。但是如果你这边有一个福音咖啡厅的老板需要租的话，他愿意租给我，而且那个车位很大、很宽、很好停，而且租金很便宜。”所以我真的觉得说，神很怜悯我就是在出出入入一定很需要一个车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神迹然后第3项呢，在餐饮业都很缺工，大家都知道餐饮业很缺工，我们要开设一家咖啡厅，当时是需要5个专职及兼职的同工，可是神让这一方面完全都没有欠缺，我完全没有太为这件事情担心，因为所有在里面服务的员工全部都是子来小组的，神都预备好了，他们就刚刚好都有时间，然后他们就刚刚好都愿意帮忙，所以这个部分神也已经预备，真的是也让我非常的感恩。第4呢，则是当我一开始神就感动我一定要来跟教会报告，所以在筹备阶段就已经来跟教会的牧师以及这个区长报告。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得到约书亚牧区魏鹏区长及美娟姐大力的鼓励，还有夏牧师、谢牧师、曾牧师都给我很多鼓励以及实务上的指导不仅仅是鼓励所以当这个418咖啡开幕的缘由经过牧师在主日讲台上，他告诉弟兄姐妹之后，我也很感恩，在教会的各牧区、各团契的首长、小组长们、会友们，都非常热情的来支持跟鼓励，因为知道这是我们富强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富强的那个社区事工，所以我心理上真的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跟被接纳，非常感谢。接下来是神已经知道在开店筹备的紧张忙碌当中，我一定是分身乏术，我真的是太忙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兼顾福音事工的推动。神预备了我们小组的限量医师的夫人嘉丽姐，她也是青少年事工活动的专家，她能答应呢来做
来担任418核心同工会的领导者。所以带领大家来凝聚共识哦。我们从2月份就每周都开同工会，没有间断。然后他帮忙训练带领核心同工找出福音事工的方向哈。直到今年的10月，嘉丽姐因为另有要事离开同工会，在2月到10月的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一直享受着嘉丽姐的带领能够以及还有好多位我们紫兰小组的姐妹都成为核心的同工，我们一起努力的过程是让我觉得非常大的喜乐，感谢主。另外一个恩惠的事情是在我们儿少事工读书会馆的这个事工推动不太顺利，因为小朋友来的不是很多。我想到了一个新的事工方向的时候，我那时候犹豫不晓得这个方向，带领我去询问我们谢牧师的意见哈，我就感动要去找谢牧师。感谢主，没想到在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忧虑，不晓得应该如何继续下去的时候，谢牧师立刻给我很热忱的指导，几乎每一周他都拨出宝贵的时间跟我开会，给我很多实际有用的建议以及帮助。这真是让我非常的快乐。就是说，在困难的当中，神总是这个叫伏兵，对不对？求神开仆人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天使与天军。好，接下来呢，有一个更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们下学期418咖啡就是在明年初哈，我们准备要开办那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新的这个国中国小儿童的这个事工。那我们后来定案要开办国小的儿童课后陪伴成长班，有点像是我们的主日学，需要真的是因为礼拜1到礼拜5都有就不是只有礼拜1个礼拜1次的，是一个长期的事工，这需要专职的基督徒的老师。那时间就是刚刚好，神让我有机会跟我们青年牧师的丁翠师母聊天。他们是不是才刚结婚？丁翠师母是不是才刚来到我们教会？我就跟他聊天，然后对他说明了418在筹办的这项事工。感谢主，丁翠师母因为他自己成长的经历，他对于儿少事工他非常有负担，所以他很爽快的就答应成为418核心同工之一，而且已经开始实际参与很多规划跟推动。哇！神的工作很准确的，因为他知道我能力有限，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就是一股傻劲，圣灵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所以我觉得神的工作真的是很神奇哈。所以丁翠师母过去她的学经历哈，正是这个事工的不二人选哈。更何况在418我们推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福音事工，我们是需要紧紧的跟着富强的提摩太牧区连结的，所以由曾师母来担任这是核心的同工，是最没有障碍的连结者。哈利路亚！神的安排是超精准的，阿们。但是呢，也要分享的是418福音咖啡的筹办以及推动的过程，其实对我而言，它是很真实的一个信心的淬炼，也是很真实的我在经历试炼的过程。不仅是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而且其中我还经历了我自己在教学医院差一点被误诊为得癌症，对，他已经帮我安排要开刀了，对，结果神很神奇，在3个礼拜后大翻转。另外一间教学医院的权威医师，他诊断我，确认我完全没事，就是一个很大的医治跟翻转。然后在那时候，我刚才提到牧师第一次在讲台上提到418福音咖啡筹办的事情的时候，那一天的当天，我的先生昌成就在社区就是跌倒，然后脚踝就骨折，轻微的骨折，所以这是同一个时间，就是我自己被诊断可能有癌症，我先生又骨折，就是在牧师在台上的讲这件事情的同一天，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这些事情哈，以及过去多年来我开办幸福小组，其实都有经历到一些属灵征战的经验，这都很真实。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来用我的经验来做这个见证，就是说，在抢救灵魂的福音的战场上，会有属灵征战，但是呢，神每一次都得胜，因为这些征战到最后，真的每一次我都发现，全部都是虚惊一场，多年来都是。而且虚惊一场不止这样子，在我们的信心的宣告跟祷告当中，我得胜，而且在过程当中也提升了我们经历神的一个机会，以及提升了我们的信心。在过程当中，神也炼净我们的生命，并且神也给予我们在其他方面加倍的祝福。以下呢，我就是要再来见证这一年来虽然有这么多的试炼跟挑战，但是神的祝福工作没有停止。我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年来我所经历的一些恩典。第一，神帮助我的先生昌成他的恩典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业务及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的顺利，这真的是很感恩的事情，因为他的事务所非常的复杂，知道的人就了解。但是呢，神真的让他经历业务，好像都是人家拜托他做，而且都是对多年来，那今年又特别的恩典，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感恩。那本来我也在为我女儿担心工作的问题呢，但是神也让她找到了一个刚毕业，后来神让她找一个超级棒的工作，以后有私底下再分享。然后我也很感恩神，在这一段时间帮我们的小组紫兰小组兴起了3位很优秀的副组长，就是玉华姐、淑芳姐跟方明兄，在小组的事工上面跟他们一起努力，真的非常的开心。另外，我也感谢恩典的主，在这一期的幸福小组，他让我的弟弟的太太，就是我弟妹受洗了。他是不可能受洗的人，但是神让他受洗了，也就是说，神祝福了我的家族，我真的是太兴奋了，感谢主。另外就是还有一件事要感谢恩典的主，上个月恩典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所规划的新北市板桥合一住宅，再一次荣获2023年内政部全国唯一获奖的钻石级绿建筑。感谢事务所蒙受牵连，差一点就被控告而停权，但是恩典的主垂听祷告，伸张公义，几年后，不仅事务所被判定完全没有过失，而且全案大平反。也因为这个建案，去年还连续荣获了全球卓越建设奖、国家卓越建设奖、全国钻石级绿建筑等3项殊荣。感谢主的恩典。在这些事情的报告上面，最后我是要说，在迎向呼召的时候，恩典的神已经在前面预备好了很多的资源、很多的保护以及很多的祝福。愿荣耀归给至高全能神，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简单看一下就好了。这是418福音中心今年在骑楼报佳音，我们今年发放了600份的礼物，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被人家看见，所以这个点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社区福音事工一个很棒的一个让我们很振奋的一件事情。那这是同工一起包礼物包，好，那个牧师很多的同工都在里面。那这个就是这个活动哈，就是这个活动我们所做的海报。那我们即将推出的就是说，很快就要推出了，就是我们要有一位 Sylvia 老师，他要在我们咖啡厅教英文，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要在那边传福音，每10分钟只要50元，他是要来在这边传福音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免费，有点像主日学，1周5天都上主日学。我相信这个孩子必会被得着，但是他也是在里面，我们要陪伴他做功课，其实要陪伴他很多的事情。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成人事工哈，已经举办了2期，每一期都是8周，2期都非常成功，而且在第8周，每一期的第8周分享会其实都变成幸福小组，因为都是讲见证、唱诗歌。那参加的学员其实他们也都很乐在其中。那在第2期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带到教会了。你看到那个照片，就是第2期的分享会的时候，已经到教会的心灵转角了，因为人非常的多。感谢主，这是成人事工上面的发展。这个是之前不太成功的读书会馆，好，没有什么人去。好，那这个是第1期的海报，来，第2期的海报。这个讲过了，没了。好，那就这样子，谢谢大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知道大家听了子兰执事的见证有没有很感动？我想他应该是当董羊在家里休息就好了，干嘛要做得这么忙呢？但是神对他有呼召，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回应神的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神是从亘古到永远，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也是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也透过我们要祝福更多的人。我这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站立来赞美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开出立定，亘古就有。你为言为义，以能力出扬，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拯救。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是的，主耶稣，你要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的国度。哈利路亚！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不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要敬拜尊崇你，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不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是的，主耶稣是我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居所，是我们个人，是我们家庭永远的居所，也是我们国家世世代代的居所，更是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世世代代的居所。弟兄姐妹，你有爱主耶稣吗？你有爱富强教会吗？当我们爱富强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更为我们的牧师，为我们这些属灵的领袖来守望。这时候，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为我们富强教会，你所爱的富强教会来线上祷告，为你关心你的每个弟兄姐妹，为你的属灵领袖祷告，特别为我们高教会，神为我们预备过去这么多好的牧师、好的属灵领袖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也为上帝在我们中间过去所行的一切奇妙大事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丰盛恩典成我们生命的祝福。主耶稣，你透过富强教会来成为我们的帮助，你透过富强教会来祝福我们。主耶稣，我们献上赞美你，我们特别我们牧师，我们所有的区长、小组长，我们所有的领袖献上感谢，也为
为我们过去帮助我们的牧者，为我们刚过去的长老长子，他们所摆上的一切，在这里我们要献上满满的感谢。所以说我们要谢谢你，再一次来献上我们感谢。我们谢谢你在过去当中，在我们当中所行的一些奇妙大事，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我们要谢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从亘古到永远，主是我们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同在主一定恒古久有，你为言为义，你能力舒扬，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你是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重你生命像荣耀。是的，主耶稣，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你永远长生，生命永生不息。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生命永生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是的，主耶稣的荣耀国度要在我们中间。阿门。主的同在是教会的记号。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主的同在是教会同的记号。主的应许，主的旨意，必要成全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再过2年之后，我们的教会就要迎接50喜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一起为我们教会同心迈向50喜年，会有能够同心合意来希望福音祷告。特别我们筹划了各种的活动，还有我们研讨会祷告，让我们富强教会成为一个健康、成熟、活泼并充满主荣耀的教会，一起来开口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所以说，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当我们迎接50喜年的时候，让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来希望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希望你的福音，来传扬你的福音。谢谢你赐给富强教会这么多美好的教会，我们希望良好的品格，让我们齐聚在一起。哈利路亚！主，我们为50周年的纪念，各样的活动，健康、一个成熟、一个活泼、一个充满荣耀的教会。富强教会成为这世界的光，成为这城市的亮光。让我们过一个尾声，在你面前，富强教会要赞美你、敬拜赞美你，让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要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要敬拜、尊崇主耶稣圣名。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生命永生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哦，主你的国度
来敬拜赞美主。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真，你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周日的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出道路。耶稣的荣耀遮盖我们富强教会，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真，你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是的，主耶稣，你是配得我们大赞美的主。这时候，我们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将你自己立正在主的面前，接受主神圣的呼召，一生走在侍奉的道路，就像我们子兰姐所分享的生命。这是一条不是容易的道路，是一条窄的道路，是不是你用你喜欢的道路，而是主所喜悦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不论环境如何，让我们学习定睛主耶稣。富强人一生渴慕他，依靠他，敬拜他，用你一生荣耀主的名。愿主的荣耀和能力充满我们富强教会，充满台湾众教会，以及充满全世界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心，再一次在主的面前重新来医治你自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让我们自己现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来服侍你的荣耀的。我们一生要走在侍奉的道路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再次奉献定睛在主耶稣你的身上，让我们一生渴慕你，一生渴慕来依靠你，来敬拜他，一生敬拜他。主耶稣，你荣耀国度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多领受你的恩典，接受你的呼召。主耶稣，我们知道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更多的谦卑在你面前。主，我们谢谢，要赞美你，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赞美你，哈利路亚。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被主来兴起。我要被兴起，奔走出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神，你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先请坐，先请坐。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这晚上的聚会是一个荣耀主的聚会，也是一个建立更密切关系的聚会，特别是从上帝来支取更大属灵能力的聚会。我们刚刚听了2、3位同工的见证，无论是我们的明瑞弟兄，还有我们的芷兰执事，还有很多的同工的见证。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晚上祷告的聚会的主题是荣耀的呼召，为主来做见证。我们的主题经文他这样说，他说这是希伯来书12章第1节，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弟兄姐妹，这句经文成为每一个时代为主做见证的人一个永远的激励，因为他知道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永远不落空。刚刚我们2位非常棒的见证，那牧师是要鼓励说，不是站到台上来才是在做见证，而是每一个时刻都有见证。而且你在对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我们西道小组的雍成弟兄，他也在他们的小组的这个福音餐会当中做见证。他讲了一句，我觉得很感动。他说：“我到每个时刻、每一个地方都要见证，即使你听了好几次，我是要做见证，因为他认为我从神领受到的恩典，他的改变跟翻转，他的祝福，我不讲。”那等于是那个恩典就只有我留着，我需要将我领受的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2023年即将要结束了哈，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富强人，你是一个会见证的人。你不要说我要讲那个哇天大地大的见证，其实生活有很小的生活体验都是见证。我期待你常常心里面预备说，我是一个能见证、有见证，也是常见证的弟兄姐妹，你们说不说阿们？其实你如果仔细去体会，常跟神互动，你就知道说这个见证不会缺了。如果说你常活在自己认为有需要才要求神帮忙，那当然见证就少了哈。那我们一般在做见证的，就是像贝斯的见证，因为他们还没信主，你就用你从神领到的恩典。在像我们今年的很多的幸福小组，我们的福音餐会，算一算，真的好多场的见证会。我期待这个是我们富强教会的文化，也是富强教会的一个生态，也是富强教会你要进到这个富强教会，要先学会做见证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动力嘛，一个动力这样子。那第二个是，像今天晚上我们是向自己的弟兄姐妹见证，是因为要帮补你。有人可能遇到一些人生的困境，有人遇到觉得跟神的关系有点疏远了，经由你的见证，他会重新燃起信心的火花，他能够超越那些困境，而且能够成为见证人哈。特别是我们要拿什么来奉献给神，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硬体的建设、人数的多少其实是其次，而是每一位富强人，你都已经领受到这个呼召，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荣耀的呼召是因为我们愿意被神所差遣，愿意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每一个富强人在迎向50禧年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印证到了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刚刚讲的这段经文。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云彩的一部分？阿们。意思是说，看到云彩，天空的云彩那么漂亮只是你在那边喜欢看而已，而是你要成为那个云彩的一部分。明年呢，就是新年度了，下一个礼拜我们有3位长老、6位执事，还有2位首长负责人，我们的维稳长老、荣泰长老、花文凯长老，我们的三营执事、慧琪执事、冠廷执事，还有新的林佩妮执事、张志奇执事，郭新仁执事，还有2位首长是收联团契的思源会长，还有圣歌队的队长刘淑敏，他们等于是重新再接受呼召，愿意为神摆上。我们也看见了富强教会慢慢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接轨，一个接棒。我们不只是领袖阶层的接棒，我们希望年轻人也能够接上这个棒。
让我们互讲教会50几年哈，不是一个祝了快乐了大家回家了，而是说50几年是一个新的全新的开始。我们要迈上60年，迈上70年。愿神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时代的见证人，我们都是要接受这个荣耀的呼召，来为主做见证。这个时候，我们预备一个呼召跟祷告，就是说先做一个说明哈。等一下牧师要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做《荣耀的呼召》，我们的主题。在唱的时候呢，我们的6位诗歌同工可以第一次唱1次之后，可以靠到边上去，因为时间的关系。唱第2次的时候，我们要请3位牧师来为第一批，就是为我们的长老、区长、执事、团队首长、服事团队首长，还有小组长，请你们呢在第2次唱这首诗歌第2节的时候，到前面来。如果太长，可以分成2行哈。那由牧师为大家做祝福。当在做祷告的时候，当然不能巨细靡遗的祷告，是因为你心中有这样的呼召了。牧师是奉主的名来祝福你。好，那祷告完成的时候，我们的诗歌团队继续带领大家唱这首诗歌。我们第2批就是所有的会众都到前面来，我们请区长还有长老留下，我们的执事跟小组长就已经受祝福完了，到旁边去来帮忙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挑人哦，因为神的祝福从天上来，不是人，所以我们平均大概1个长老可以按差不多7、8个、6、7个这样子。当中我们这几位都是服事同工，他们有的都是小组长跟执事了哈，所以要请第1批的。我们第1组的领唱者赶快接班来帮忙唱，像无缝接轨可以吗？刚刚那6位第1组的就他们要出来接受按手的时候，换你们来接手来唱，可以吗？好，荣耀的呼召，这是对你、对我、对富强教会迈向50几年这个最棒、最好而且最荣耀的，因为每一个人要成为见证人，要成为神所祝福、所恩典的同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之后，第2次唱的时候，就请长老、执事、区长、还有首长、还有小组长到前面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惠追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我们请长老、首长到前面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没关系不用顺序，没关系，排一排。可以排成2排2排。我们开始请牧师，3位牧师一个一个来做按手祷告。哈利路亚，赞美后面。声音
还有哪一位举个手好吗？啊，有还没按手的，请。还有没有？还有。有还没有按手举手一下，可以一下好。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的声音，活出荣耀的呼召。请问还有哪一位没有按手的？有哪一位还没按手的？有吗？是不是？将自己好，这个时候我们以被按手的执事小组长先退到旁边去，引导我们的会友，我们的长老向后转哈，我们的长老向后转，预备，区长向后转哈，预备要请同工来安排这些组员啊，这些组员到前面来，我们再一次唱一次，来。献上当作活祭，一排一排来，一排一排来，好不好？一个一个排在后面，一个长老一排来，不要客气，来，拿后里面的纸。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的声音，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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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人人都给你耶稣的声音，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前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的声音，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
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种族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力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我们的长老留在原地，长老留在原地，再一次。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意，再一次一生一意，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现在父神，感谢你，今天晚上2个多小时的年终祷告会，愿神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敬拜、祷告以及见证，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荣耀的呼召，勇敢为主做见证。神啊，感谢你，藉由许多我们代祷团队的同工美好的规划，让我们这个祷告会成为一个丰盛的祭典，成为神所赐福的管道。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一年即将结束，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一样一样，我们都要献上感谢。也为新的一年，主啊，2024年是神所命定的一年，我们要走在神的道路上，在你的呼召上面，我们无论是在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家庭、健康，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领受更多的祝福。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因为遵从神的旨意，先求主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就看见一切你都要为我们预备了。感谢赞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与相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同工同在。新的一年，蒙福更多，恩典更多，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拍手感谢主，谢谢。请坐，谢谢我们的同工。今天我们的这个祷告会哈，我们的代祷团队安排的非常棒，才差几分钟，哈哈，就是说比预期的多一点点哈。因为我们人多嘛，所以按手祷告的时间就更多。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代祷团队，特别是慈宝队长他的努力，来拍手鼓励一下，谢谢他。
也为我们所有这群那个领唱的同工，还有诗琴的同工鼓励一下。为我们的影音团队感谢拍手，为我们的服饰的招待的同工拍手感谢。不知道我们慈宝老师有没有要报告的？有没有做报告？好，彼此祝福。我们跟你旁边人说：新年快乐，福本，主恩满意。我最感谢神的一件事情，就是魏鹏长老今年可以带我们的祷告会，感谢主，他健康回来带我们，谢谢主。好，好，请同工到前面来拍一张合照，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请同工到前面来拍一张照。来，所有的